要提升語境意識，同學一定要掌握到若干嘅方法，同埋一定要進行訓練。你諗下，一個影帝佢都有佢自己嘅做戲方法，同埋佢都要經過時間去磨練佢嘅演技噶嘛。咁放翻喺實用寫作嘅語境意識方面，道理都係一樣噶。咁喺呢度我就教大家4種提升語境意識嘅方法啊。第一就係代入角色法，第二係小題大做法，第三係穿透現象法，第四就係文體增值法。咁相信大家掌握到呢4種方法之後，喺實用文嘅語境意識方面，一定比其他人突出同埋優秀啊！第一種係代入角色法，呢個係提升語境意識最重要嘅方法，所以放最頭同大家講。所謂代入角色法，就係考慮身份、對象同埋處境，然之後代入角色嚟到去寫咯。聽落好似好簡單呢，不過做落又唔係咁容易喎。你要考慮自己係咩身份，要配合身份用返相關嘅字句同埋語氣。更加重要嘅係，你要知道你呢一個身份應該要講啲乜嘢嘢。嗰啲電視劇或者電影入邊，經常都會聽到呢啲對白噶嘛。你咩身份啊？你睇下你咩身份先啦。就係同實用寫作入邊語境意識嘅身份同一樣嘢啦。仲有你要考慮對象係邊個，聽或者睇嘅人係邊個，需知道對象唔同就會有唔同嘅表達方法，所謂投其所好啊嘛，或者俗語所講嘅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就係講緊要緊靠對象嚟到去講說話啦。咁所以你要知道對象嘅身份同需要，然之後都係用翻合適嘅字句語氣講翻相關嘅內容。當然啦，你仲要考慮埋當時嘅處境或者情況，喺啲咩場合就要配合場合講翻嗰個場合合適嘅內容啦，用翻合適嘅字句同埋語氣，就好似去參加謝師宴婚禮要着得莊重少少，同朋友出街食飯就可以隨心啲 casual 啲，其實個道理都係一樣啫嘛，咪又係睇情況睇場合咯。大家諗翻一開始嘅時候，我講語境意識嘅定義啊，當中講到嘅身份、處境同埋對象，就係啱啱所講嘅代入角色法啦。頭先我話呢一個定義係字字珠璣嘅，你哋而家明點解啦？明白咗代入角色法嘅3個重要元素之後，跟住我哋就嚟睇下實際嘅操作係點樣啊！我哋不妨睇下呢一份 sample 試卷啦。用黃色 highlight 嘅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主席係身份，藍色 highlight 嘅刊登於香城南區區報就係對象同埋處境。各位同學唔好淨係揾到身份就算啦，否則嘅話你只會係做緊審題啫。記住，我哋而家做緊嘅係代入角色法，即係你要代入身份、對象、處境，用合適嘅字句、語氣、內容寫翻出嚟，呢一個先至係重點啊！我叫審題嘅時候去揾身份、對象同埋處境係第一個步驟，呢個只係好簡單嘅配對嚟嘅啫。你哋真正要做嘅呢係第2個步驟，呢個步驟你就要諗去想象一下點樣去緊扣身份、對象同埋處境嚟到去寫出合適嘅句子、語氣同埋內容啦。大家可以睇下呢一段文字啊，你哋有冇發現到啲咩呢？嗱，呢一段文字咧就扣緊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嘅身份，而寫一啲合適嘅字句同埋內容。各位同學，你哋試諗下啦，既然講到明係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啊嘛，大家有冇發現係關注組啊？即係好關心活化善行小學呢一件事啦。所以我就扣緊呢一個身份嘅語境意識，寫咗本小組一向關注政府如何活化本區甚具歷史價值的善行小學呢一句說話。另外呢一篇評論係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主席寫嘅，咁自然就稱呼自己個小組做本小組啦。呢2個動作都係扣緊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主席呢一個身份嚟到寫翻合適嘅字句同埋內容。咁各位同學，呢一個就係我講嘅代入角色法啦。跟住我哋再睇多一段文字啊，喺呢段文字入邊主要針對對象同埋處境嘅語境意識嚟到去寫噶。喺題目入邊，刊登於香城南區區報就係對象同埋處境，所以活化善行小學呢一件事咧就同南區居民息息相關啦。基於呢個原因，我就寫咗期望與南區居民共同謀劃同埋滿足南區居民期望呢2句說話嚟到緊扣翻南區居民呢一個對象同埋處境，表示希望同佢哋共同進退。睇完呢2個例子，相信各位同學都會知道代入角色法係點運作噶啦。我哋試下再睇多一個例子啊，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完全掌握到代入角色法係點樣操作噶。大家可以睇下呢一條題目先。
喺呢一條題目入邊，用黃色 highlight 嘅在學校網頁上介紹學校係處境，用藍色 highlight 嘅小學家長係對象，用綠色 highlight 嘅學生會宣傳幹事林向華身份係身份。相信各位同學經過咁多堂嘅磨練之後，都會好快揾得到。咁問題就係語境意識啦，我哋點樣運用代入角色法去扣緊身份、對象同埋處境，寫翻一啲合適嘅字句、語氣同埋內容，呢個先至係重點啊！各位同學，你會點做呢？大家睇下呢一段文字啊！呢段文字就緊扣咗有仔女準備升中嘅小學家長呢一個對象，而寫出一啲合適嘅字句同埋內容㗎。咁所以你睇到佢首先就從呢一啲家長嘅角度出發，去寫出佢哋正在為仔女選校呢一個問題而感到煩惱同埋擔憂㗎。第二段文字首先扣緊學生會宣傳幹事嘅學生身份，直接講明自己身為學生嘅呢一個身份啦。然之後就從對象嘅角度寫出家長希望仔女得到好好嘅教育機會。當然啦，呢一句說話本身亦都包括咗在學校網頁上介紹學校呢一個處境啊。呢一個處境講白啲，其實咪就係宣傳學校咯。作為宣傳要 sell 學校，但係又唔可以太 hard sell，所以必須用一啲含蓄啲嘅表達方法。譬如你想你的子女得到如此的教育機會嗎？就係一句比較軟性啲嘅表達方法嚟到宣傳學校。咁呢一句說話完全扣緊題目要求嘅語境意識啦。代入角色法係實用寫作表現語境意識嘅一個好重要方法嚟㗎，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正如我哋一開始所講，實用寫作係要滿足題目嘅設定㗎，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遊戲規則。如果你想玩好呢個遊戲嘅話，就一定要好清楚同埋好純熟咁樣跟從遊戲規則啦。咁最後贏嗰個就係你啦。